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指出，真理的力量要比枪支的力量要强大得多。斯詹罗萨桑格出席全印西藏会议60周年活动。西藏环保人士被判7年有期徒刑。中国民运人士联署发表声明，要求中共当局无权干涉达赖喇嘛转世事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12月22号应邀出席由藏传佛教格鲁传承国际委员会、甘丹寺以及哲蚌寺等在印南甘丹寺举办的长寿祈愿法会。尊者在致辞时再次指出，将注释113岁。尊者指出，当今世上的医疗、保健等各个条件及长寿的祝愿都很齐全，我心意已定在虚功未尽前。尤其是我现在的确可以帮助到一些人，所以我会发愿活到110或115岁。你等也一起如是发愿。此外，为纪念格鲁传承创立者宗喀巴大师圆寂600周年，印南甘丹寺于12月20号展开了一场为期3天的宗大师传记与著作国际研讨会。达赖喇嘛尊者作为特别嘉宾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尊者在致辞时指出，宗喀巴对佛法的发展与继承具有殊胜的贡献，这就是今天大家缅怀大师恩德的原因。12月24号，在圆满结束对印南甘丹寺和哲蚌寺的一系列访问及弘法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前往佛教圣地菩提迦叶继续展开行程。25号早晨，尊者前往摩诃菩提寺朝拜了佛陀释迦牟尼佛像。达赖喇嘛尊者结束在摩诃菩提寺内供灯的祈愿后，会见了当地的媒体记者，介绍了尊者的人生4大使命。另外，尊者还提到，我们拥有真理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有枪支的力量。从长远来看，真理的力量要比枪支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在菩提迦叶，达赖喇嘛尊者将展开为期5天的佛法教授活动。之后，在新年的1月2号，尊者将向与会各国信众讲授佛子行37颂。1月3号传授观世音灌顶。1月4号、5号和6号，尊者将继续传授2018年剩余部分文殊菩萨随序。此外，12月25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前往加尔各答参加了由印度西藏事业核心小组举办的纪念全印西藏会议60周年活动。西蒙加拉邦州长等众多贵宾出席了该活动。司政于上周四12月19号在蒙格德藏人社区为新落成的音乐员工宿舍进行了揭幕仪式，赞扬了工作人员的无私服务，并向赞助者表达了感谢。12月22号，司政洛萨桑格前往蒙格德藏人社区中央西藏学校发表了演讲。司政提到现代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并敦促学生们努力学习，成为将来带领西藏人民的领导人，为西藏的自由事业做出贡献。继续来看今天的第3则新闻。西藏青海省果洛州法院审判阿呀桑扎等8名藏人以寻衅滋事罪与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7年徒刑。阿呀桑扎原是青海果洛州牧民，从2014年开始与其他牧民成立志愿组织，积极提倡反贪腐，又向政府提交请愿书，要求调查地方官员的腐败和滥用权力的行为。阿呀桑扎的律师烂奇雷表示，获准同阿呀桑扎见面时得知，因海拔差异，他腹泻、食欲不振，137小时未能饮食，身体状况非常虚弱。他对律师说，自己仅向上级部门反映民间状况，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条款。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近日与美国各界华人举办一场名为“2019汉藏对话”活动。
与会华人发表联署声明，强调达赖喇嘛尊者转世事宜纯属藏人宗教事务和达赖喇嘛个人权利，中共当局无权干涉。中国著名学者、北京之春前总编辑胡平出席了当晚的活动，并宣读了联合声明，拒绝中国政府干涉下一任达赖喇嘛转世。与会的著名政治评论员、中国民主党领袖陈破公是该声明的支持者之一。他感谢活动主办方藏人行政中央驻华盛顿办事处将他们召集在一起，并赞扬藏人行政中央为使西藏法案最近在众议院中获得通过而做出的努力。陈破公对中共失败的经济和外交、香港的社会动荡以及中国许多地区的问题都有他自己的看法。香港示威者的代表也代表香港人发言，分享了他们的远见、决心和目标。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和该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次陈嘉措、前华人事务联络官龚嘎扎西、纽约与新泽西州西藏协会主席和理事会成员，以及地方西藏青年协会的代表也出席了当晚的活动。代表欧洲次人谈到，在国际社会对中共统治世界的阴险计划感到愤怒之际，中国共产党暴行的所有受害者，包括藏人、维吾尔人和香港人，都需要并肩作战，加强我们自己的斗争力量，并敦促加强扩大藏中友好关系。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此。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以下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